湾话艺术水就好。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，今日国情要讲什么款的内容？你敢知？国情莫淡仔逗人客卖哪唔咧？规气讲好明对。今日卖甲唔对比，几多句俗语。头一句咱来讲有一款人，条讲要表现一个与众不同，讲做王阿婆唔讲冲啊，你知啦？王阿婆冲啊，这就相共的咧。原来有人讲冲阿婆咧，唔是哩。咱这庄头，咱四周围人若讲到迄款所在，拢嘛讲王阿婆。像知影讲这个囡仔出去到他乡外里溜过尔，即么转来，唔讲王阿婆啊啦，伊专讲要讲冲啊，讲伊吼去大都市学的，人遐拢讲冲啊，表现一个讲身份甲人较无共的就对啊，展现一个新奇的所在。安尼这就结骨哩，结骨的一款，共款卖甲唔对比。另外一款讲行唔知路，沙无来场的。第二句讲做菜头唔知要栽长，这唔是结骨的啦吼。这往往是国情头拄我咧讲，这白目的啦，都唔知影讲代志安怎样变化的，唔只有迄条四句联。伊讲菜头唔知要栽长，敢若生喙要讲人，等待人来甲你度骨芳，看你要太用啥话来应人，对啦吼，时到吼。你就袂晓共应啊，你就无半句啊，因为吼，你就是讲看无即个场面变化，白目，毋则做即个闹亏代志。啊，当然啦，即句菜头毋知要栽长，到落尾人俗语感性，所以讲对菜头毋栽长去，总是啊，对7字毋知要栽长，才有法度解说伊的原来意思，解说伊本意，就是讲吼，你毋通讲菜头毋知，敢若栽迄个长头，安尼无效啦。啊，过来哦，佫有一款哦，伊也毋是白目，也毋是讲表现一个与众不同，毋是伊专工要做歹，原来卖甲毋会对比。敢有即个俗语有？典故讲做大路毋行，行弯岭。国情啊，我知有真侪人拢有对比下半句，讲做好人毋做，做歹囝。毋过你知啦，俗语话这喙动喙咧讲的，有当中啊，人袂讲甲遮明啦。讲顶半句，讲头人就知尾啊。你大路毋行，行弯岭，咱嘛知影讲即个人。毋是干那结棍尔，即个存心要做歹，好好路你毋行，人生直直的路，甲行到变形去。好好生活你毋过，条工安尼叫啦，包含即个女色啦，包含即个不该捌的代志，你拢总要安尼捌。无怪人讲你好人毋做，做歹囝，不应该啦。袂敢毋会对比，俗语真艺术。